姐姐你好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名叫史甸諾陳啊，幾多歲啊33歲。？33歲結咗婚未啊？結咗婚。結咗婚，有係啊。冇小朋友啊？一個仔小朋友，幾多歲啊10歲。？10歲，邊個照顧佢啊？而家喺印尼，而家媽媽照顧佢。媽媽照顧。好，等下你老公咧？老公有冇返工啊？分開冇分咗。手。哦，係啊。好，知道，冇問題。好，咁你喺香港做咗幾耐啊，姐姐？5年。聽唔到，香港做咗幾耐啊？差唔多5年幾。差唔多5年幾。好啊，你有幾多個老闆啊？喺香港？兩個。2個老闆。第一個老闆係住喺邊度啊？係雙歲，上水，呢個照顧乜嘢㗎？照顧小朋友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第一12歲，第二9歲，第三10歲。我3個小朋友啊？係啊。你一個姐姐啊？係啊。好，呢個幾時㗎？幾多年你過嚟啊？喺上水。2020年。2020年到幾時啊2024年。其實做咗4年一個老闆係咪啊？係啊。好，咁呢個老闆你照顧3個小朋友，你幾多點起身啊？要6點。 6點起身要做啲咩啊？俾佢準備食早餐。使唔使帶佢哋返學啊？要啊，每日帶佢返學，接佢放學。哦，使唔使要行路定係搭巴士嗰啲啊？搭巴士，係返靚返學。好啊，咁姐姐而家呢個老闆住邊度啊？跑馬地。跑馬地。而家呢個照顧乜嘢啊？照顧狗同埋貓。幾多隻狗，幾多隻貓啊？一個隻貓，一個隻狗。一個小姐，跟住1隻貓，1隻狗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好，咁你平時呢個做啲乜嘢啊？平時教佢沖涼、掃地抹地、淋花，俾佢食飯，俾佢小姐食早餐。咁呢個狗狗使唔使去放狗㗎，姐姐你？唔使。唔使出街放狗㗎？唔使，佢都唔可以俾我帶佢出去，唔可以佢話。唔可以啊？咁啊，小姐會帶嘅，小姐會帶佢出去係咪啊？係啊。好，你識煮啲咩餸啊，姐姐？蒸魚啦，蒸芥啦，跟住炒菜、炒飯、炒麵咁樣。你自己去買餸嘅係咪啊？而家同佢一齊買，之前我自己。之前自己，咁你識唔識煲湯啊，姐姐？少少啊。好，冇問題，姐姐。咁我睇下先啊，你幾時 finish 㗎11月。11月 finish。係。好啊。11月幾多號啊？11月中，11月頭。16號。16號，11月16號。好，唔該晒姐姐。好， OK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